K-pop 有好多主唱，唱功強嘅有，高音勁嘅有，技巧怪物都有。但係如果只係講音色，我個人認為有4把聲最唔講道理，未必最強，但係一開聲你就已經知道係邊個。所以今日我想分享我心目中嘅4大音色流氓。如果要用一個字形容 IU， 我會用兇。IU 唔係靠衝擊力，唔係靠爆發力，佢最可怕嘅地方係聲音慢慢滲透落你嘅情緒。你未必覺得最震撼，但係聽完之後，你會俾你嘅情緒慢慢帶走。我覺得呢種能力響 K-pop 真係好少見，所以響我心目中 IU 代表嘅係兇。如果 IU 係兇，花莎就係邪。佢把聲未必最完美，但係永遠最危險。有啲歌手唱歌你會覺得好聽，花莎唱歌你會覺得有故事、有傷口、有情緒殘留。我覺得佢最大嘅武器唔係高音，而係嗰種無法複製嘅邪氣。所以花莎係邪。Rose 最特別嘅地方係情緒，佢高音出嚟嘅感覺好似有啲嘢被撕開，有時係脆弱，有時係不甘心，有時係有少少痛感。我覺得 Rose 把聲唔係處穿你，而係將情緒慢慢裂開。所以如果我會揀一個字，我會揀裂。Minnie 係4個入邊最神秘，有啲歌手你記得高音，有啲歌手你會記得技巧，但係 Minnie 我最記得嘅係氣氛。佢把聲好似永遠包住一層霧，唔會直接衝過嚟，但係會慢慢包圍你。我覺得呢種感覺會變成佢獨有品牌，所以 Minnie 係霧。喺我心目中，呢4個人唔止係音色女王，甚至可以叫做 K-pop 4大音色流氓。佢哋未必係唱功最強，亦未必係高音最高，但如果只係講音色辨識度，我覺得好難有人取代到佢哋。當然，呢個只係我個人答案，唔知你覺得佢哋稱唔稱得上音色女王呢？可以留言。